就是看到这个病的急诊量上大咯，台北市长郭文祺有解决的办法，要伫7大胎检站来设立到快胎阳性绿色的通道，搁要伫咧病院外口来设立到急门诊，互这个快胎阳性而且有症状的民众会当当场，互医师来做评估，直接来看诊摕药啊。今仔日先伫咧台北的三军总病院来试办，台北市其他7个胎检站嘛会陆续来启用。今日下晡台北天气10个冷，病院路口的布棚坐真侪等待采检的民众。北市新伫咧三军总病院院外设防疫的专区门诊，互阳性含有症头的民众直接看诊摕药啊。试办的头一天，就民众来问诊，北市别的7大采检站卖小线来开设。第一个就是普拿疼嘛，acetaminophen， 然后第二个就是抗组织胺，然后让你不要有太多的分泌物或流鼻水的那第3个那就是 就所谓的镇咳药，让你少咳一点这样子，当然不会在这个门诊里面开到所谓的抗病毒药物。同情分流是即马上要紧的代志，因为阳性率已经愈来愈悬。北市伫咧29号进前维持伫咧10%卡到的阳性率，想到伫咧过两天就升超过49%。卫师认为，阳性率若是超过10%，快筛阳性就会当改当作是确诊。25%只要2-3天。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大流行当中，因为既然它已经超过了20-25的比例的话，这个地区不可能很快的就降下来。台大诊感染科医师林时平嘛呼吁，采检阳性率应该随公布，为采检阳性率来判断即马偌严重。各地政府嘛应该随疫情变化来随时调整防疫政策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